就是讲一贯地址将来拢是为你的关注。
你个是56.7万年后才下阎浮提度众生，所以即摆来讲，你个应用是错误。但是咧，今仔咱毋是要甲伊相请，嘛毋是要甲伊辩，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，希望咱家己顿时听到即句话，咱莫确实个明白，你个上升点记载得非常的清楚。就是讲咧，这释出来灭了后，马上归你个宝处，你个宝处偌久？宝处56.7万年，咱才个顺利下阎浮提度众生。又毋是讲56.7万年后，你个祖师来度咱，所以讲即个论调的人，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，所以咱绝对赞同主张。